就是正大的消息，今仔日是外交部长吴钊燮任内最后一届到立法院来备询。吴钊燮甲立委齐卡心因为泄露秘密的关系，两个人有口角。早起吴钊燮就到立法院，就主动甲齐卡心来握手，齐卡心嘛有准备哦。因为吴钊燮被叫做是魔法部的部长，所以齐卡心即阵的时阵，特别来换一领这个巫师的长袍。上尾一摆地面备询，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国民党立委齐卡心搬演上尾一局之战，这个见面握手是笑到欢喜心。作为魔法部吵架王，他的咒语就叫做“去去邦交走”。请这个魔法部部长上台。手机连续上即阵台齐卡心换布殊衫，要来整吴钊燮，伊的道具也有这一项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最近你是否有感到伤心呢？因为我们在对捷克的这个外交受到一些这种不明的这种。我没有问你原因，我只问你说是不是有感到伤心？为那一件事情，因为啊，我看到。毕竟这几天，两人因为台湾援助乌克兰秘密文件漏泄伫咧小结，齐卡心就伫咧算对当音，甲面见兼生甜送互伊。乡下人如果说大家也知道的话，乡下人对自我的称呼就是用这样子的称呼。我目前还没有想要认贼作父，好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我想他的说法是经不起检验的。我现在的具体要求回复，能不能够会后提供给我？如果是这一次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提供。齐卡心为了专开，早就来登记听司法件，不过反正最近日头伫咧出证据，议案嘛不甲废弃。顶摆齐卡心初头提案，针对国业监提出修正草案，不过内文说讲要提升毒品犯搁一摆犯的可能性，搁连续17位国民党立委，包括无党籍高金素梅，落尾齐卡心随关键纠正，改做是主动，嘛赶紧来回释咧。在案由的部分是有2个字写错了，好，所以错了就是错了，所以我在这里诚心的跟大家道歉。想要收备证据是无法简单，嘛互这笔会是愈小愈美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